佢有咩功效啊？嗱，首先咧佢就可以防塵蟎、防汗、防霉、防污、防水、防埋你個過敏源啊。係啦，咁佢都係100% waterproof 嘅。咁總之你嗰啲咩流口水啊，有寵物會賴尿，你知有時啲貓㗎啦，即係一個唔高興喺上面肥一篤咧，你冇仇報嘅，你又唯有自己咧從自己做起，你就入一個咧呢啲咧防水嘅枕頭套咧保護你個枕頭。咁然後咧佢而家呢個咧已經係升級版嚟㗎啦，有3M 磚嚟嘅 ，OK。咁呢一個咧就係100% 嘅防水枕頭套，係啦。咁然後咧佢亦都咧有呢一個專利喺度嘅，3M 專利個牌咧俾埋你㗎啦，呢一個嗱佢咁樣嘅拉鏈。係啦，拉鏈咁你就入你個枕頭落去咯，好大個枕頭咧都完全係放得落㗎啦呢個 size， 咁你拉翻埋拉鏈，咁你就可以咧入你自己嗰啲靚嘅枕頭袋㗎啦，唔影響使用，可以放落機洗，可以放乜都得啦，你放啲清潔液啊，你嗰啲乜鬼嘢就係洗佢，唔好用熱水就得啦 ，OK， 係啦，嗱有枕頭套之餘咧。我哋咧個床單咧都要用嘅呢一個 protector， 同頭先嗰個原理咧係一樣嘅。咁佢4隻角咧依然咧都係好似咧床單咁樣。嗱，你睇下佢側邊咧咁鬼死厚嘅，所以咧你10寸床褥咧都係冇分別㗎啦。咁佢哋都係一樣啦，有晒3M 專利嘅，防過敏源、防塵蟎、防菌，係啦，防水。然後總之你係有鼻敏感嘅，啲塵蟎勁又唔得嘅，然後你係身痕嘅，個皮膚痕嘅，然後咧你可能有寵物、有小朋友，甚至有啲老人家真係嘅，有啲講緊可能有70歲嘅老人家，可能咧佢哋會有夜晚滲尿嘅問題嘅，係啦，咁呢一個咧喺度頂一頂咧爭好遠嘅。譬如寵物一個唔開心咁啊，同你賴篤尿喺床啊，小朋友啊趕唔切去廁所仲戒緊尿片，咁啊賴咗，又或者小朋友瞓覺好多汗噶嘛，咁啊床褥好鬼臭嘅，咁你就攞呢個咧頂一頂，咁你就會好好多，你嗰個床褥咧幾皮嘅一塊床褥咧，你就可以襟好多，咁你就一定要買呢一個。所以咧呢一個3M 專利嘅100% 防水、防塵蟎、防過敏源、防汗、防霉、防乜嘢都防嘅呢一個保護套咧，今日一定要趁住呢一個咁抵嘅價錢咧，你要買啦 ，OK， 係啦，你要買啦呢一個枕頭套同埋呢一個床單保護呢一個 ，OK。